来这件咧是到柬埔寨防灵芝苦毒的翻版。伫个高雄有诈骗集团，嘛是用真悬的薪水，请少年人来应征，等因交完着资料了后，就甲因关伫个假身的工厂。若是无乖无听话，或者是想要反抗、想要逃走，都是一顿的粗暴，甚至甲因饲迄个糖、饲迄个垃圾物啊。残忍的手段都袂输是人间的地狱。一直到有人实在忍袂住咯，趁机会逃走化救人，因粗残的行为才来献光。警方逮捕着主嫌顶5个人，嘛甲其他互因控制被害人、被害人拢总救出来。警冲入门了后，用真紧的速度甲人压伫涂骹。警发甲真大声，爱因乖乖就范，毋过有人动歪脑筋，想要落跑，上尾也是走袂去。原来这个工寮8倍少人，都敢若柬埔寨诈骗案的翻版。洗皮查甫人还没共党的，用高考组就会当一个月领5万，或者是做工课真轻松来吸引少年人。等到因互骗过来，就互载去高雄假身的工寮。过程当中有被害人想要甲车牌抄来，结果互发现、互拍，甚至互饲糖，阁有垃圾物。这件代志一直到25号，有人抓到机会，趁机会落跑，因的恶行才现光。本案循照依组织犯罪、妨碍自由、伤害、洗钱防治法等罪。移送桥头地方检察署及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。最近一直传出有台湾人想要趁钱，走去其他的国家爽苦毒，结果即马伫台湾嘛有这种代志。即马除了要甲因依法侦办以外，嘛要追查敢有其他的撞警人或者是共犯，才当避免类似事件搁发生，避免搁有人互骗去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